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啊！今日雖然咧係8號風球，但係我哋都能夠安穩喺家中。今日我哋喺線上邊咧，我哋一齊嘅去敬拜我哋呢位天上面嘅父。我哋可以喺唔同嘅地方，我哋都可以用我哋嘅歌聲，我哋一同嘅敬拜讚美我哋嘅主。耶穌曾經話：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來拜他。願意咧，我哋都用以下呢首嘅詩歌，我哋一齊嘅去敬拜我哋呢位天上面嘅父。詩歌歌名《愛你是我一生的呼召》。生命每個部分，你來掌管；心靈最深之處，你來澆灌。一次又一次我呼求，主耶穌，甘願將生命全所有完全給你。全心愛你，全心獻上給你，因為愛你，全心地敬拜你，是我一生的呼召。全心生命每個部分，你來掌管；心靈最深之處，你來澆灌。一次又一次我呼求，主耶穌，甘願將生命全所有完全給你。
決心，沒有懷疑，盡心聽，經歷你愛你，是我一生的呼召，因為愛你，決心地真愛你。一生的呼召。親愛天父，我哋好多謝你，多謝你嘅愛，多謝你嘅犧牲，讓你今日成為蒙恩嘅人，我哋能夠去為主你擺上，願你呼召我哋，使用我哋，感謝你。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弟兄姊妹，大家知唔知道咧？咩原因或者有啲咩動力咧，驅使咧耶穌咧甘願為世人走上呢個十架嘅道路，為我哋世上邊每一個嘅罪人犧牲佢嘅生命咧？好簡單一個字咧，就係呢個愛。因為佢愛我哋，好盼望世界上邊每一個人都能夠得着呢個永恆嘅救恩。使徒彼得佢都因為耶穌嘅愛嘅激勵同埋呼召，回應咗主嘅愛，甘願踏上呢條侍奉嘅道路。雖然佢前邊面對好多嘅艱難、好多嘅逼迫，但係都堅持到底，完成耶穌交託俾佢嘅使命。今日我哋都好高興有劉廣運傳道嚟到我哋嘅當中去分享神嘅説話。佢今日咧都揀咗一段嘅經文，係約翰福音21章15到24節，都係講到使徒彼得耶穌點樣再一次嘅呼召佢，讓佢再重新踏上呢個嘅侍奉嘅道路。今日咧劉傳道為我哋分享嘅講題就係最大嘅動力。好，讓我哋咧一齊去睇一睇今日要讀嘅經文，喺約翰福音21章15到24節。經文呢度話：他們吃完了早飯，耶穌對西門彼得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彼得說：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對他說：你餵養我的小羊。耶穌第二次又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麼？彼得說：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說：你牧養我的羊。第三次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麼？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對他說：你愛我麼？就憂愁，對耶穌說：主啊，你是無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說：你餵養我的羊。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你年少的時候自己束上帶子，隨意往來；但年老的時候，你要伸出手來，別人要把你束上，帶你到不願意去的地方。耶穌說這話是指着彼得要怎樣死榮耀神。說了這話，就對他說：你跟從我吧。彼得轉過來，看見耶穌所愛的那門徒跟着，就是在晚飯的時候靠着耶穌胸膛說：主啊，賣你的是誰的那門徒？彼得看見他，就問耶穌說：主啊，這人將來如何？耶穌對他說：我若要他等到我來的時候，與你何干？你跟從我吧。於是這話傳在弟兄中間，說那門徒不死。其實耶穌不是說他不死，乃是說我若要他等到我來的時候，與你何干？為這些事作見證並且記載這些事的，就是這門徒。我們也知道他的見證是真的。
好，我哋以下落嚟時間，我哋交俾劉廣運傳道同我哋分享今日呢段嘅經文。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咁今日咧，我哋會用一個咧係網上預錄嘅方式，同大家嚟到分享神嘅說話。縱然係天雨風暴，但係相信唔影響我哋一齊喺神面前嘅學習同敬拜嘅動力嘅。咁啊，同大家分享一個好重要嘅主題咧，即係咧最大嘅動力。其實我初初想係一個愛嘅動力。不過，我覺得最大嘅動力，可能留有一個空間，大家去思考，對你對我而言咧，乜嘢係我哋人生最大嘅動力咧？咁我講之前咧，裏邊咧，我分享一個咧好深嘅一個例子呵。我記得喺好多年前裏邊咧，我出席過2次咧，一對高齡夫婦嘅結婚感恩嘅午宴同埋晚宴。一次喺佢哋65週年嘅感恩午宴裏邊咧，去參與過程裏邊，我覺得好欣賞呢對夫婦，兩對佢哋大家都差唔多80多歲啦，佢哋19、20歲結婚，所以65週年，你想下已經好高齡啦，但係仍然好恩愛，笑容彼此間好甜蜜。眼中互相望到對方咧，唔係望到對方嘅老態龍鍾，係望到對方好似心上人一樣嗰種嘅甜絲絲。我已經開始有個問題想問，但又唔知點問。到5年之後，佢哋舉辦一個70年嘅結婚週年晚宴咧，感恩晚宴咧，佢哋講咗好多見證，點樣建立家庭，點樣經歷神嘅恩典。到最後完咗，我就終於就得起心肝問佢哋一個私人問題。我話請問你哋2位長輩，你哋點樣去維持咁多年婚姻都咁恩愛嘅咧？咁女嘅咧就話咧，其實好簡單嘅咋，你包容我，我包容你咪得咯。咁男嘅就話咧，就補充一句，其實咧意思即係話佢忍下我，我又忍下佢，忍下包容，咁樣不經不覺咁啊70年噶啦。其實好感恩，係神嘅恩典保守我哋能夠彼此容忍同包容咯。咁我聽下裏邊咧好有啟發性啊！原來人世間嘅愛可以喺夫婦之間裏邊彼此咁樣建立，包容對方，按住對方本來咁嘅現象彼此包容，又你忍下我，忍下你，甚至有啲地方裏邊係咁多年都改唔到嘅，都忍下去。忍嘅後邊就係包容，包容愛嘅後邊其實就係愛咯。一個好顯淺，但係好多時我哋都話包容到幾耐啊？婚姻原來一生一世，呢個愛嘅動力嘅建立婚姻裏邊，其實會唔會成為我哋一個咧可以一思考嘅地方咧？我哋信主，我咁多年信耶穌，都堅守嘅跟隨神、侍奉神，努力學習追求聖經，後邊嘅動力係咩咯？風雨底下，我哋仍堅持嘅參與教會聚會，唔瞓多陣，後邊嘅動力係咩咯？係習慣，係其他人嘅鼓勵，或者另外啲因素咧？咁所以最大嘅動力，如果係愛嘅話咧，我係不能不翻到聖經裏邊問啦。聖經點睇咧？嗱，聖經有一個說話咁樣講嘅話，神就是愛。所以如果當我哋話要去講到個最大動力係愛嘅話，愛係最大嘅動力，我哋就問啦：我對神嘅愛認識有幾深咧？呢認識係頭腦上嘅知識啦，但係我哋真係身體力行嘅經驗咧，彼此好唔相似。喺呢度裏邊咧，我先放低約翰福音21章，我同大家溫習少少聖經。大家記唔記得喺約翰福音
3章16節裏邊嘅內容，我相信大家都記得嘅。佢話神愛世人，甚至將佢嘅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佢話神愛世人。如果我哋記得羅馬書3章話咧，世上沒有義人，即係話每一個都係罪人。如果話神愛世人，會唔會其實講緊就係神愛世上每一個罪人？罪人即係得罪緊佢，對佢否定、唔承認神嘅人，甚至甘於我中意點就點嘅人。神愛到點咧？甚至將佢獨生兒子唯一嘅俾咗就冇㗎啦，賜俾佢哋，讓有呢班罪人能夠得着生命嘅好處。佢話叫一切信他嘅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原來罪人最後結果係滅亡。呢個嘅賜下獨生兒子係要讓罪人能夠扭轉生命，得到永生，得到祝福。愛可以愛到一個咁嘅地步，唔諗自己。而呢個最重要嘅地方就係唔係任何嘅好處嘅回報，唔係任何利益嘅爭取或者獲得，係上帝喺愛裏邊嘅自發嘅行動。而嘅行動上，我哋領受救恩嘅基礎。嗱，保羅咪曾經咁講嘅，羅馬書5章8節話：唯有基督在我哋還作罪人嘅時候為我哋死，神嘅愛就在此向我哋顯明。我哋點樣明白神嘅愛呢？就係喺我哋仍做罪人，神願意為我哋捨棄佢獨生兒子，被掛在十架上，我哋就明白咩叫神嘅愛。呢個愛就係犧牲、捨己、自發。所以我哋第一點，我哋思考到咧，就係因為愛，神為罪人預備救贖嘅恩典，唔係其他原因，唔係好處。想到神嘅自發嘅時候，我想到我個父親，喺50、60年代初期裏邊咧，我哋大家都好窮嘅，我住喺木屋區，父母親都冇讀過任何書，唔係好識字，所以父親母親都係咧身兼2職或者3職，你要養活家庭。我爸爸有一份嘅工作係苦力，我哋今日所謂嘅咕喱咯。有一次我協助幫手運送一啲建築材料喺貨車上邊，咁貨車經過一段路咧比較崎嶇，咁啊蹬一蹬，咁啲建築材料咧就跌落嚟啦。我爸爸走唔切，其中俾一紮好細嘅鋼筋咧砸到腳掌，痛到不得了。跟住送去醫院，醫生診斷話其中一隻腳掌嘅腳趾咧啲骨碎晒啦，駁唔翻，只能夠截肢。我媽媽同我講呢個故事，所以我每一次望到我爸爸一隻腳板冇隻腳趾嘅時候咧，我初由好奇到我媽媽講述嘅背景嘅時候，我心裏邊個情感好複雜。一方面感恩有個咁好嘅父親，願意為咗我哋年年幼都未識分東南西東嘅時候，願意咁樣付出。第二方面有一種自責，因為從我未懂性到懂性，未聽到媽媽講呢個故事之前咧，我曾經多次同我爸爸鬥嘴，唔尊重佢。所以由媽媽講完之後，我對我爸爸嘅觀感完全改變。佢愛我唔係因為我細個唔識東南西北，我帶俾佢好處，反而我哋兄弟姊妹出生帶俾佢膊頭嘅更重嘅擔子，生活更大嘅壓力。但佢冇埋怨過，佢冇講過任何一句負氣嘅說話，只係默默無聲嘅
做多兩份工。其實你同我都經歷過呢啲㗎。神嘅自發，神嘅恩典，為我哋預備救恩。我在座弟兄姊妹有做父母嘅，當子女返工或者返學嘅時候，媽媽喺家中預備晚飯，佢想到嘅就係、個仔個女，我話返嚟咁辛苦，不如煲煲湯啦，等佢哋嘅營養好啲，讀書冇咁辛苦。個仔女大咗啦，出去做返工咁辛苦工作，又俾家用，等佢食得豐富啲，等佢健康好啲，佢先能夠。其實唔係因為仔女俾幾多家用，又唔係因為仔女年就成績考幾多個 A， 考幾多100分，係因為佢哋係你嘅仔女，你出自心中嗰份母愛或者父愛，你願意付出，唔係貪圖佢哋嘅成績，一句多謝，或者去返工啦，俾多100-200蚊嘅家用或者零用錢，而係簡單地係你嘅仔女，所以你願意喺愛裏邊為佢哋預備一個溫馨嘅家庭，溫暖嘅安樂窩，就好似上帝因為愛你愛我，為我哋仲未識得分辨善惡嘅時候，已經為我哋預備救恩。呢個係愛，呢個係動力，呢個係自發，呢個無私。同樣喺神嘅愛裏邊，神向我哋展現咗一個對罪人嘅無限度嘅接納。如果大家記得一段好熟悉嘅經文咧，相信大家熟到不得了噶啦。約翰福音15章裏邊有3個好類似嘅比喻，呢比喻嘅對象咧就係向緊當時嘅法利賽人同文士去質疑緊耶穌同稅吏同罪人嘅相處同埋接觸，佢哋否定唔認同，所以耶穌用咗3個比喻讓佢哋知道，原來一隻迷羊被尋回，嗰個牧羊人嘅開心到地步，願意同人分享。佢話呢個我失而復得。同樣另一個比喻就係一個失錢嘅比喻，嗰婦人失去咗銅錢，願意翻箱倒籠嘅尋找，到尋獲嘅時候，佢願意同佢隔鄰舍分享呢個喜樂。同樣都係講失而復得。當然第3個比喻我哋都好熟悉嘅咧，就係嗰個浪子嘅比喻啦。同樣都係同我哋講失而復得。當嗰個細仔知道悔改翻嚟嘅時候，個爸爸請僕人預備宰牛、劏牛嚟到去擺設筵席嘅時候，佢話呢個兒子係我死而復活、失而復得嘅。當個大兒子翻嚟，因為爸爸善待呢個細佬，佢唔開心，唔想入去嘅時候，爸爸再三嗌佢話：呢個係我死而復活、失而復得嘅，所以我哋理當歡喜快樂。所以從15章3個比喻裏邊，其實講緊一個咩咧？就係神對罪人嗰份嘅接納、恩待同埋憐恤。而去到第3個比喻，嗰浪子比喻嘅時候，更加深。透過嗰個家主，嗰個慈父，嗰個慈父其實我哋都明，正正係比喻住代表住我哋所跟隨嘅天父。同樣，嗰個小兒子就係當日嘅被人拒絕嘅罪人、稅吏同埋娼妓。而個大兒子呼之欲出，就係對比住當時質疑耶穌款待罪人嘅一班嘅法利賽人同文士。經文一起先就話呢個細兒子向爸爸去要求分家產，分家產係冇問題嘅，但係問題係要在父親死後嘛。所以呢個細兒子其實係唔想等到爸爸死啦，等唔切到，反正你在生，我要求都係當你死嘅，不如你早啲分咯。當你嘅細兒子
攞咗家產之後，好快就變賣晒全部可以攞嘅金錢。我明白古時嘅家產唔係我哋今日嘅金錢、股票或者係積蓄，而係牛羊、田地或者係房屋。所以呢小兒子係不厭等唔切啦，好短時間全部販賣變咗金錢，然之後拎去浪費，好快佢將所有錢荒廢晒啦。佢揾朋友救濟，朋友為安排咗一個放豬。經文咁形容，佢想食豬嘅豆莢，都冇人願意俾佢。喺呢時候，佢醒悟啦。其實我爸爸屋企咁富裕，佢有奴僕，點解我要喺度餓死呢？我不如翻去同爸爸認錯，我得罪咗天，就得罪咗你，我唔會做你嘅兒子，俾我做翻個奴隸啦，僕人咯。當佢翻去嘅時候，再而家翻嘅時候，經文話相離還遠，父親就認出佢啦，所以就上前連連與佢親近，重新為佢披上袍子，戴上戒指，叫僕人幫佢穿上鞋，係要恢復佢做兒子嘅角色。佢本來覺得自己唔配，只係配做奴隸，得罪父親，咁傷透父親，佢冇資格。但係父親竟然提升佢做兒子。到大兒子翻嚟嘅時候，佢從奴僕口中聽到呢個事息，佢唔開心。爸爸出嚟勸其實哀佢嘅啫，話俾佢知道佢已經擁有爸爸嘅一切啦。而呢個小兒子係死而復活，失而復得。但係經文到最後係一個結束，係一個 open ending，即係開放式嘅結局。其實係等待緊嗰個大兒子回應，同樣等待緊當時聽比喻嘅法利賽人，覺得自己係義人嘅人回應。如果你係大兒子，你將點會回應呢？嗱，咁我哋只係睇經文，如果冇呢個父親，呢個小兒子冇所謂回轉嘅可能同機會，同樣冇呢個父親，呢個大兒子亦都冇機會重新考慮係咪要分享父親嘅喜樂。而最令人扎心就係呢個父親等待咗小兒子翻嚟啦，現在要重新再一次喺痛心嘅裏邊等待大兒子嘅回應。嗱，想到呢個父親對小兒子嘅接納，我想到一個咧真實嘅個案，即係牧養嘅個案。曾經有一間教會，一家三口，一對夫婦好恩愛，佢有一個好細嘅仔，一家三口都好嘅努力嘅，或者好恆心嘅參與教會聚會。爸爸好溫文，但好文靜；太太好善於同人表達，建立關係。喺工作上面好出色，好得到上司欣賞。所以有一次，佢被公司委派同其他一班同事去到外地做工作，簽一份公司好重要嘅合約。經過佢哋多番努力，合約終於簽成咗啦。為咗慶功，有同事話：不如我哋晚上食飯宵夜直落啦，去酒吧飲翻杯慶祝。咁大家興高采烈去飲，喺高興太過開心底下，大家忍唔住飲多幾杯，飲到醉醺醺。其中有一個男同事就送呢個女同事翻去酒店休息，但係不幸嘅係酒精嘅影響令到兩個人失去咗意志力，所以犯咗一個唔能夠逆轉嘅錯誤。呢個女士帶住罪疚嘅心翻到香港，因為罪疚，所以常常匿埋喊，唔敢面對丈夫，唔敢面對個兒子。屋企人覺得好奇怪，想問佢又唔表達個原因，只係話我冇事，你哋唔使擔心。到咗個階段，呢個女士忍唔到啦，佢一晚同丈夫閂埋房，坦白呢個事情。丈夫聽咗之後，個心如刀割，衝出門口去揾佢嘅主任牧師，喊住分享呢件事情。牧師聽完之後，同一齊祈禱，得到佢准許，
邀請咗幾位佢好信任嘅弟兄，組成一個嘅祈禱小組，每日同佢為佢禱告，定時同佢開小組，去分享佢嘅難處，俾佢有支援有支持，亦都幫助佢轉介到一個好資深嘅一個嘅心理輔導員，幫佢重整心靈嘅傷口。經過咗一段唔短嘅日子，牧師邀請佢帶埋佢太太嚟到教會嘅辦公室，喺晚上為佢舉行一個獨特嘅聖餐聚會，係包埋呢幾位嘅弟兄小組，呢幾位嘅應該係代禱小組嘅弟兄。當牧師擘餅遞杯嘅時候，話呢個餅同呢個杯係主耶穌為咗你嘅罪被擘開嘅身體，同係為咗你嘅罪被流嘅寶血。因為主耶穌好愛你，佢願意赦免你嘅罪。當你嘅丈夫將呢個餅同杯遞俾佢太太嘅時候，佢流住兩行眼淚，泣不成聲，斷斷續續話呢個係主耶穌為你擘開嘅身體，呢啲係主耶穌為你嘅罪而流嘅寶血，為的是愛你，願意你悔改。當佢太太接過你餅同杯嘅時候，佢都喊到唔識講嘢啦。當呢個聚會完咗，牧師就帶埋幾個代禱小組嘅弟兄離開辦公室門口等佢哋夫婦。佢話：你兩位傾下，我哋喺出面等你哋。經過一段時間，呢個就應該話呢個當牧師同呢班弟兄出門嘅時候，呢個弟兄終於忍唔住，去上前用力嘅抱住佢，攬住佢嘅太太，一路喊一路講，佢話：我靠住神嘅恩典，我願意原諒你。當佢講完呢句時候，佢太太完全講唔到任何一個說話，即係喊住對佢講：對唔住。經過大概半個小時咁上下，佢哋推開辦公室，手拖住手，會合牧師同呢班弟兄。過咗好幾年嘅時間，佢哋個仔喺教會成長到一個受浸嘅年齡，去參與浸禮。喺浸禮見證裏邊，佢分享咗以下一段說話。佢話曾經屋企面對過一個好大嘅困難，縱然佢父母冇同佢分享係咩困難，但係從父母嘅眼神，佢哋眼中嘅淚水，佢知道呢個困難係大到人力不能扭轉。但係佢睇到教會嘅牧師同埋一班叔叔，常常約佢爸爸媽媽一齊傾偈見面，為佢哋代禱。佢縱然唔知係咩事，但係感受到教會嗰份嘅關心，嗰份嘅愛護。到今日佢到踏入一個可以申請受浸年紀，佢話佢見到爸爸媽媽今日比昔日好多年青人新婚更加恩愛，更加甜蜜。佢返到屋企，佢覺得好溫暖，好安全。佢話好多謝主耶穌，有一班咁愛佢哋屋企嘅叔叔同埋牧者，有一個咁愛佢嘅神。佢更多謝佢個父母努力願意面對困難，為佢建立一個溫暖嘅家庭。所以佢喺洗禮裏邊，佢唔單止願意表達佢願一生跟隨主，佢甚至願意好似佢父母一樣嘅努力嘅侍奉神。神對人嘅挽回唔係人已經做好啊，喺人仍然都好差嘅時候，神話我仍然愛你，你回轉，我愛你。其實我哋每一個人，當我哋去到某個人生階段，我哋總會有
被試探所勝嘅機會，總會有講錯說話、做錯決定、做錯啲行動嘅時候。有時錯多階段，我哋都覺得自己唔能夠接納自己，只能夠吞翻落肚，被罪疚纏磨，被遺憾纏磨。但係浪子嗰個故事話俾我知道，神知道我哋情況，神話縱使係咁，我仍然愛你。當你願意知罪、悔罪、離開罪惡，翻返我懷裏，神話我願意好似呢個浪子比喻一樣，重新建立你，讓你翻回神嘅家裏，得享神嘅祝福。萬一我哋在座當中有曾經各位弟兄姊妹都喺呢啲關口上面掙扎，我都從一個過量嘅角色鼓勵你翻神面前。香港人成日講誰人無過，世上冇義人，只要我哋願意翻神嘅恩典裏邊，神嘅懷抱，然向我展現。所以我哋睇到兩點啦。神嘅愛，喺神嘅愛裏邊，佢願意主動為我哋預備救恩，等待罪人回轉。神喺愛裏邊願意去對嗰啲回轉嘅罪人展現佢無條件嘅接納。我要建立你同我。世上好多人都面對呢啲情況，同最後一樣就係神喺愛裏邊願意授予我哋跟隨服侍佢嘅機會。喺約翰福音廿一章15到24節裏邊咧，我哋都好熟悉嘅。當彼得同門徒打完魚食完早餐嘅時候，耶穌就問佢一個問題，一連3次問嘅問題，大家都記得嘅。耶穌問：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呢啲這些肯定唔係就係上文所講嘅153條魚嘅豐富，我啲豐富嘅魚獲係要讓彼得回憶起喺當舊時佢昔日同主耶穌相遇嘅情景，就係路加福音5章，佢一段捕魚嘅情景。耶穌去吩咐我班已經漁夫已經整晚努力冇收穫嘅，你下網打魚咯。佢哋漁網險些裂開嘛？有冇印象呢個嘅技術啦？而彼得就跳到海，同主耶穌講話：我係嗰個罪人，因為佢對主耶穌嗰種信心不足，佢承認自己嘅限制。同樣喺呢度裏邊咧，主耶穌重新嘅3次問：你愛我麼？嗰3次其實正正係回應緊昔日彼得對主耶穌嗰份嘅虧欠嗎？記得嘛？當主耶穌臨晚餐嘅時候，咪同門徒有咁嘅說話嘅。佢話咧：你哋都要跌倒啦，因為經常記著說我要擊打牧人，羊就分散。而彼得就話：眾人雖然跌倒，我總不能啊嘛。而彼得好強烈，即使在座啲門徒都跌倒，我總唔會嘅。而耶穌就回應佢啦，你話我實在嘅告訴你，喺今夜雞叫以先咧，你要3次不認我啊！喺呢個時候，彼得再三極力嘅否認，佢話就算我必須同你同死啦，我總不能不認你。門徒都係咁講。彼得好似仿似一班門徒嘅代表咁，但係佢卻係講咗佢心中一種嘅好肯定說話，即使同你同死，我總不能不認你。但係話口未完，當耶穌被拉喺大祭司院裏邊嘅時候，彼得被使女認出。我哋有印象，我哋唔花太多時間重結我哋好長嘅聖經啦。彼得就話：我唔認識佢。就算發誓同耶穌冇任何關係，喺呢個時候雞就叫啦。經文話彼得就出去痛哭，因為想起耶穌
同佢嘅說話。但係如果經文停留喺就係彼得痛哭，呢個就好似好黑暗，好似好無助，好似好悲哀嘅結局。但留意喎，其實喺另一卷嘅聖經裏邊有咁樣記載過，路加福音22章裏邊咧，佢話：但我已經為你祈禱啦，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嘅弟兄。耶穌唔單止認識門徒嘅脆弱同軟弱，唔單止認識彼得嘅衝動或者嘅佢個腦快過佢個口快過腦，未深入思考所要面對嘅代價。耶穌唔單止唔認識彼得嘅懦弱或者佢嘅膽怯，同樣耶穌更加認識彼得佢嘅成長帶嚟別人生命嘅祝福。以至耶穌話：我已經為你祈禱啦，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嘅弟兄。原來彼得嘅回轉唔係因為佢嘅能力，耶穌話：我已經為你祈求啦，係上帝嘅恩典。原來我哋大家想，其實你同我回應耶穌基督嘅救恩，唔係我哋嘅信心嘅功夫。當然呢個信係我哋回應啦，但係更重要就係神嘅恩典。翻嚟約翰21章裏邊，耶穌3次問，其實唔係要3次挖苦彼得，話你咁脆弱，你都冇自知之明。其實要讓彼得喺邊度跌倒，就喺邊度重新嘅站立。你3次喺人面前否認我，我同樣喺眾人面前3次嘅詢問你，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3次彼得都話：主啊，你知道的。而3次耶穌就都係回應：你牧養，你餵養。耶穌冇喺彼得嘅回應話你愛我麼？其實你愛好低嘅啫，你好差就冇咁樣講。耶穌話：我知道你餵養我小人。而彼得都知道耶穌知道佢嘅愛有幾多，佢能力有幾多個限制。所以仿似彼得嘅回應就話：主啊，你知道我愛你，但係我對你嘅愛，我自己有限制。我哋每一個人能夠靠自己一生忠心嘅跟隨主，我只能夠依靠神保守你同我嘅心，保守你同我嘅腳步，一生憑信跟隨主。呢個正正係好多時喺教會有一個現實嘅反照。彼得被問，係公開嘅問，佢公開嘅否認，佢公開嘅問，耶穌建立佢要公開嘅重新嘅建立，又受咗佢權柄服侍主跟隨主嘅榮耀嘅職事。同樣今日我哋會想到，其實我同你係有機會喺教會服侍，原來都係上帝嘅建立。我哋無論信主嘅年日多久，我哋或許都曾經試過有啲嘅失腳嘅機會，講錯說話，或者記恨某個人，甚至弟兄姊妹，或者唔覺意講說話講多咗，變成背後說人壞話，或者妒忌。但係上帝今日仍然愛你愛我，所以喺幾段經文裏邊有見到啦，就算喺約翰21章都好啦，其實都係重複緊第一、第二點一個好重心，就係喺愛裏邊，神主動自發嘅，毫無條件嘅為你為我預備我哋從未想過嘅救贖恩典。如果離開呢個救贖恩典，你同我生命只係面對死亡，毫無盼望可言。同樣喺神嘅愛裏邊，我經驗緊神對我哋無條件嘅接納，
同愛。其實每一次當你同我早上梳洗照鏡出門口嘅時候，如果我哋苦心自問，其實鏡中嘅人其實都幾唔容易相處嘅。如果我哋嘅朋友、愛家人夠勇敢坦白話俾我哋知道咧，其實原來我哋真係有幾多，仲有好多成長嘅空間啊！佢哋對我有無限嘅包容，神透過佢哋話俾我哋知道，我哋係被神所愛嘅，所以我哋要努力喺我哋嘅限制，喺我哋仍有瑕疵、有自知有瑕疵地方裏邊，我努力靠神恩典嘅突破。所以今日我哋懷住對神嘅愛嘅經歷嘅體會嘅明白，我哋投身喺生活上邊努力見證、努力帶人歸主，甚至投身喺教會唔同嘅職事嘅服侍裏邊，或許係教牧同工，或許係執事領袖，或者係幹事，或者係崇拜嘅司事人員，或者係小組嘅組員，或者係主學嘅導師，後邊嘅動力唔係因為人哋嘅掌聲，唔係因為人哋口頭稱讚，唔係因為嗰侍奉嘅果效，係因為上帝對我哋嘅愛。我深深體會，當我哋明白神嘅愛喺我哋生命裏邊有幾豐盛，有幾豐富，有幾深厚，我哋投入去侍奉神嘅心就有幾熾熱，有幾堅實，有幾有韌力。我盼望喺呢個風雨飄搖嘅日子裏邊，神賜福教會每一位弟兄姊妹對神嘅愛有更盡心嘅認識。當有一天你話對神嘅愛開始模糊啦，當有一日喺人生嘅歷程經驗裏邊，一啲際裏邊，你開始對神嘅愛有所嘅疑惑嘅時候，我鼓勵弟兄姊妹，你回望禮堂上面嘅十字架，你定睛認識呢十字架，默想當中上帝為你為我預備嘅救贖恩典，神對罪人無條件嘅悅納，神對你對我嗰份嘅挽回，嗰份嘅信任，授予跟隨佢侍奉佢寶貴嘅機會。願神賜福教會，願神賜福大家。多謝劉傳道俾我哋今日咁好嘅信息，再次提醒我哋，讓我哋能夠看住上帝俾我哋嘅教導同埋勉勵。我哋唔單止係喺知識上邊、頭腦上邊認識，亦都讓我哋實踐喺我哋生活當中。特別今日，上帝亦都再一次嘅呼召我哋，讓我哋成為一個侍奉佢、跟隨佢嘅人。願意我哋唔係單單我哋做一個平信徒，而係我哋做一個一生一世跟隨主嘅一個基督徒，回應上帝嘅召命。我哋再一次感謝劉傳道，亦都感謝我哋天上面嘅父。好，最後落嚟咧，我哋都以三一頌，我哋將榮耀歸翻俾我哋天上嘅父。我哋請弟兄姊妹，你都喺你嘅家中，我哋一齊嘅站立，我哋以三一頌讚美我哋嘅神。讚美真神萬福之根，地上神靈當讚主人，天上萬軍頌讚主名，讚美聖父、聖子、聖靈。阿門。
哋請弟兄姊妹咧，你仍然站立，我哋低頭領受差遣同埋祝福。我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差你眾弟兄姊妹，願意我哋回應上帝你嘅呼召，讓我哋能夠進到我哋唔同嘅群體嘅當中，我哋將呢份基督嘅愛去傳遞開去，使更加多人能夠得着呢個福音嘅好處。又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與團契，常與你哋眾弟兄姊妹同在，從今時直到永遠。阿門。好，大家可以請坐。好，以下落嚟嘅時間呢係有家務報告嘅。咁今日我哋再一次嘅多謝啦，劉廣運傳道為我哋預備呢個信息。知道今日有爆風球，所以我提早幾日前都通知咗佢話你如果星期日真係爆風球嘅時候咧，你可唔可以即係幫忙預錄定今日嘅信息咧？咁樣劉傳道非常之好，佢一口就即刻應承咗我都好感恩讓我哋今日咧都可以透過網上嘅轉播啦，我哋可以去一齊嘅敬拜。今日嘅月禱會團關部負責，咁咧就再交翻俾團關部啦即係睇下幾時改翻呢個日期啦。好，跟住咧第四項第98屆嘅港九培靈研經會咧，就會喺26年嘅8月1號至到10號舉行嘅。咁都照往常啦，有早堂、午堂同埋晚堂嘅奮興會。分別咧都有幾位嘅牧師博士啦，同我哋分享下。咁我都唔詳細介紹啦。咁我哋咧沙田堂咧嚟緊，我哋教育部都會按以往一樣啦，我哋都會喺大家嘅沙田堂嘅群組當中咧，我哋每日都會一次過發放3條嘅YouTube 嘅連結俾大家。咁大家咧可以按住每日嘅即係分享會啦，去上網去聽嘅。好，跟住落嚟咧就係代禱感恩嘅事情啦，都繼續為港九培靈研經大會啦呢個嘅全港性嘅聚會啦去禱告下。咁亦都為到我哋沙田堂8月16號我哋會有會友大會同埋董事嘅選舉嘅籌備工作去祈禱啦。亦都為我哋沙田衛全堂主日學嘅下半年嘅主日學嘅課程籌備去禱告啦。亦都為到而家美國同埋伊朗嘅戰事嘅升溫都唔知打到幾時都求主你幫助啦讓真係呢個嘅戰爭早日能夠可以和平解決，讓到當地嘅即係啲嘅居民啦能夠過返一個平安平靜嘅生活好，以下落嚟咧有一個嘅補充報告啦。咁咧就大家都知道啦，鍾偉平牧師咧，咁佢就會喺8月尾就已經係完成佢喺呢一個嘅宣教嘅工作啦咁佢就會翻嚟香港咁我哋幾間嘅堂會啦有荃灣衛全堂啦、青衣堂啦、我哋沙田堂啦，同埋有幾間嘅宣道會同埋去服侍嘅中華福音使命團。咁我哋都會聯合搞個嘅鍾偉平牧師嘅榮休感恩會咁我哋咧都定咗個題目啦，叫做堅信樂行22載咁都睇到鍾牧師咧都喺呢個嘅台灣嘅宣教嘅事上邊咧都已經有22年咁長嘅時間咁咧我哋都會有個嘅邀請卡啦就大家熒幕上面睇到㗎啦。咁嗰個嘅感恩會咧就會定喺8月30號。下晝3點半就會喺沙田嘅宣道會嗰度舉行嘅，地址咧就喺沙田愉田苑愉悅閣地下係啦沙田嘅宣道會咁大家咧到時都可以約埋一齊啦，去出席鍾牧師嘅呢個榮休感恩會。咁另外咧大會咧都預備咗一啲嘅心意卡係啦，咁下個星期咧弟兄姊妹咧都可以翻到嚟教會啦攞一啲嘅心意卡咁咧就如果當日你出席或者你未能夠出席都唔緊要嘅，咁你可以寫一少少嘅你自己嘅對鍾牧師嘅一啲嘅心意啦、一啲嘅心聲啦，或者一啲嘅鼓勵啦可以寫低。咁到時咧我哋會交翻俾大會咁都會轉交俾鍾牧師
讓我哋咧都透過一啲嘅文字啦，一啲嘅心意啦，我哋繼續嘅去鼓勵鍾牧師啊。好，本月嘅經文啊，咁我哋都一齊嘅讀一次啦。啊，喺記載約翰一書嘅4章12節啊。咁啊，雖然咧今日我哋係要背嘅呢節嘅金句啊，不過咧我哋都唔能夠翻到嚟一齊背嚇。咁啊，對，你可以喺屋企啦，同你嘅屋企人啦互相嘅去背一次嚇。咁我哋咧先讀一次，讀完之後咧，大家可以互相嘅背誦呢節嘅金句經文嘅。好，預備起。從來沒有人見過神，我們若彼此相愛，神就住在我們裡面。愛他的心在我們裡面得以完全了。約翰一書4章12節我哋再讀多次啊！從來沒有人見過神，我們若彼此相愛，神就住在我們裡面。愛他的心在我裡面得以完全。約翰一書4章12節咁大家咧可以一陣間完咗呢個嘅網上崇拜之後咧，就同你隔離左右你嘅先生妻子一齊去背誦呢節嘅金句啦。好，我哋睇一睇下週嘅侍奉人員。主禮就係譚蓮啦，講員就係譚牧師我啦，司琴係思南弟兄，司事就係傑恩，聖餐主禮都係我嘅，聖餐預備就係方太，音響同埋投影咧就係君虎同埋 Vincent。插花咧就係秀玲姊妹，當值執事咧就係泳兒嘅。好，咁今日報告係到呢度啦，咁咧大家都可以安靜默禱就散會啦。